大家平安。又是个好天气啦吼，总是无时拢会西北风。感谢主，我哋到基圣田要来调建伊。即摆已经6月26啊吼，6月底啊。佮接续就是学生要休热暑假吼，休课的时阵，所以呢真紧。疫情有较安尼较降低数，但是嘛还佫伫高原期啦吼，咱嘛是要佫注意吼，佫迄个。就是咱爱感谢上帝，互咱台湾拄着即款迄个时阵，还佫大家还佫会当真自由来出去活动，感谢主吼。今仔日的圣乐队吼，有献一首诗，有歌词，恁大注意看觅。或者山顶的脚印，毋是山顶的脚印吼，沙滩上的脚印吼。这各一人拢知影即个故事过啊。我即首诗歌的歌词吼，会咱足大激励呢。咱人生毋是拢伫高原，拢伫足高山嘛有低谷的时阵啊，嘛会跋落伫即个下谷的时阵，山谷吼山谷的时阵，安尼要安怎？咱足福气的，咱会通仰望我靠上帝啊！有一个故事咱真熟个嘛吼，有咱真听过啊。讲一个基督徒，伊安尼拢真顺，行到一个时阵煞感觉足艰苦的时阵。伊甲耶稣讲，当我足痛苦、足失志的时阵，拢安尼我家己就孤单咧行。伊讲你看山，迄个溪坡山顶迄个所在，沙滩上看看，本来两个脚印，尾也剩一个脚印，用地话拢我咧行，我介孤单。伊讲毋是哦，细囝，迄是我的脚印，主耶稣的脚印，甲咱抱起来。所以咱真有福气，咱会当。信主，咱会当我靠上帝是这样福气啦吼。毋管咱是啥物时阵，咱拢会晓用即句来想讲，无论我做啥物的境遇，上帝拢甲我伫地，伊甲我抱起来吼。等下生活伫咧唱时，咱也看觅一下，咱听看觅即首诗歌，要对着感动吼。咱大家来祈祷。主比里面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佮即摆来到你的面前，疫情渐渐就控制。阮的生活要渐渐恢复正常，当时阮还佫无代志，你咧帮助阮，互阮伫即款的境遇中间，阮又安尼倚靠你，坚信阮家己的安全佮卫生。通过生活伫要唱献诗，我佫即摆来思想，阮无论拄着即款的境遇，阮确信你拢会甲阮送到天地，帮助阮，互阮人生的路途中间，无论阮经什款的境遇的时阵。阮确信上帝你引导阮，但阮从今仔礼拜对讲台牧师的信息，阮真学生的信息，以阮每一个人服侍，拢诚做芳芳的济，特别感恩。阮来祈祷感谢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在做礼拜进前，咱先来锻炼今仔日的诗歌。今仔日的诗歌拢有较熟吼，咱共款来行一遍。请咱掀开圣诗502首，主将世界交代咱，这是咱即个月月圣诗。咱来唱第一节。主将世界交代咱，爱咱甲因手来牵，父母做主好帮助，今日我可心平安。第二节。信仰祷告爱来赞，父母罪因好无还，因家的人会代看，行主正路免操烦。好，咱即摆
摆阁来献开圣诗第4首。圣诗第4首，天的万国，众人着听。咱共款来唱第1节甲第2节就好。天的万国，众人着听，大家真正为主面行，下就万类当心好塞，上帝独一应该敬拜，全地好塞，真心敬爱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第2节。你殿存在，基督冠冕，你立万邦，即将冠冕，全地神坛，好塞敬爱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全地好塞，真心敬爱。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这首歌是足简单、足优美的一首歌。伊嘛是足喜乐的一首歌哦。咱若在礼拜前，是透早唱这首歌，咱会感觉是足喜乐的。好，咱阁续来献开圣诗222首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。咱先来唱第1节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也做将来恩望。我愿相披大英宏泰，应点万阮所在。这首歌，这首歌是英国人所做诶。作词、画词，伊是根据诗篇96篇伊所写的歌。伊对细汉就足爱音乐。在18岁迄年，伊甲伊的爸爸去教会时，转到厝的时，伊甲伊的爸爸讲，教会歌拢足歹听的。伊的爸爸就甲伊讲，少年的，你若是足敖的时，你若无爱做歌互教会人。结果伊在短短的一礼拜中间，伊就做一条歌，伊是用启示录第5章写，我找无着迄条歌吼，结果伊伫后礼拜时，伊写迄条歌摕去教会唱，得到足好的回响。此后呢，伊就家己开始一直写，咧2年来，伊就写200几首，写到因爸爸足受气的，甲伊讲：你袂当规工拢甲时间囥咧写诗歌，你爱去做别项代志。所以伊渐渐又较收敛。在伊的一生中，伊就写700几条。这700几条嘛，有足侪改做足侪语言。然后即摆到即摆有足侪拢是咱有在唱的歌。好，咱即摆搁来唱第2节。全灵宝座英勇的面，先都徛起安息。上帝伸手高压堂口，最愿稳当保护。咱轻声搁唱第1节，来进入咱的礼拜。上帝做阮代代帮助，也做将来恩望。
恁着俄勒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奴仆啊，恁着俄勒，俄勒耶和华的名，愿耶和华的名受俄勒。对即时到永远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耶和华的名是应该俄勒的。咱即时三甲来吟诗，咱要吟的圣诗是新圣诗第502首，主将细囝交代咱。主将细囝交代咱，爱咱甲因手来牵。父母做主好帮赞，囝儿我可心平安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主将细囝交代咱，爱咱甲因手来牵。最近有做主好帮赞，我心平安。信用得落爱来赞，一路罪因得模范，平吉地行的大端，行出正路免操烦，求他先经上记得，我命真得人真恶，时刻少念主恩德，美丽家主三结连，是对主少年时，信用到老无偏离，全家归主当保护，欢喜福塞行天路。请坐。这是咱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。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咱三甲来启用，咱要看的启用文是第25篇，启用文第25篇，就是诗篇103篇。咱三甲来启用，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。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，伊用逐款好物予你，一世人满足。上主施行公义，上主有慈悲有仁爱，伊袂不久长责备。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。天离开地有偌悬，
当离开西有偌远？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？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。人咧，伊的性命亲像草，风一个吹就消失。毋过，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，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上主伫天里设立宝座，有大权能的天使探听上帝的话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使啊！伫伊掌权逐所在，所有的被造物啊！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这是咱个三角来吟诗，咱要吟的圣诗是新圣诗第4首，天下万国众人着听。天下万国众人着听，大家进前归主免惊。地上万类同心服侍，上帝独一应该敬拜。全地服侍，尽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天下万国众人着听，大家真正归主免惊。万就万类同心服侍，上帝独一应该敬拜。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天顶主宰，极大权柄，天理万邦，直接权柄。全地顺他，在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天前富贵，无分地位，好使上帝学乐拜跪，众人拢做地上应奉，伊名尊贵应该敬奉。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主的公义永远不变。请坐，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阮伫天顶阿伯的上帝，阮用虔诚、诚心的心来入到你的殿，来敬拜阿罗你。阮也为过去一礼拜伫工课甲生活中有你所赐的平安来感谢你。感谢天父，因为你有无限的恩典，互阮通随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你求讨。
当阮拄着艰难困苦的时，求主你来听阮卑微的恳求，互阮有智慧来看清楚问题，有平静的心来听你的回应，阁有耐心来等候，将望放伫心中。阮的目睭无看到问题，阮只有专心来仰望你。我也感谢你随时伫阮的身边，做阮的帮赞。你有时时将喜乐甲平安放伫阮的心中，阮相信你一定会照你丰富的恩典，互阮一切所欠用的，拢得到饱足。伫你的面前，阮嘛要为阮的罪过，无论有意无意所犯的过失，来向你认罪。请你来赦免阮，当阮行歪错的时，请你怜悯阮。只是阮应该行的正路，互阮的行为四正。请你阁赏赐阮有真心悔改甲谦卑的心，无误用你互阮无误用你互阮的恩赐，愿意负责任来管理世界，尽心尽力来修补甲恢复人、万物甲上帝的关系，互国甲国要阁有交战。人甲人无阁有怨妒，和平永远临到伫世界。求上主帮赞阮逐人。暑假已经来到，教会有侪活动咧进行，有主日学的夏令营、团契生活营，嘛有山地教会福音队。祈求上主，互所有的活动筹备的过程拢顺利，营会期间出入拢平安，互所有参与的人透过活动，伫信仰中有满满的成长。伫阮的中间，若有身体欠安、有病痛的，求主来医治；心内有烦恼的，求主亲自来安慰。阮将这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这是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列王记下卷第2章第1节到14节，伫咱的旧约圣经第396面。列王记下章下卷第2章第1节到14节。咱做伙来看第2章第1节。耶和华要用光烈风接以利亚上天的时，以利亚甲以利沙对决甲去。以利亚甲以利沙讲：“你请担遮，因为耶和华找我去逼迫你。”以利沙讲：“我基用我的耶和华甲你的活命来救助，我无要离开你。”两人就落去逼迫你。伫逼迫你，遐个先知的学生出来见以利沙，甲伊讲。耶和华今仔日要处理的老师离开你去，你知吗？伊讲是，我知。恁无做声。以利亚甲伊讲：以利沙，你请担遮，因耶和华找我去耶利哥。伊讲：我去用我的耶和华甲你的活命来救助，我无要离开你。因就到耶利哥。伫耶利哥，遐个先知学生就问以利沙，甲伊讲：耶和华今仔日要处理的老师离开你去，你知吗？伊讲：是，我知。恁无做声。以利亚甲以利沙讲：你请担遮，因为耶和华找我去约旦。以利沙讲：我基用我的耶和华甲你的活命来救助，我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人就三角去。有先知的学生50人去，远远徛伫因的对面。两人伫约旦河边伫徛。
伊利亚摕伊的外衫卷起来，拍遐个水，水就分双平，两人行大地过去。过去了，伊利亚甲伊丽莎讲：“我还未受处离开你去，我要互你做啥物？你哪着求？”伊丽莎讲：“将你感动你的神，互我相分。”伊利亚讲：“你所求的恶得啦，总是我受处离开你的时，你若看见我，就要得到；若无，就袂得到。”因得行得讲，忽然有火车火马揭开因两人，伊利亚就坐光烈风上天。伊丽莎看见就讲：“我的爸啊，我的爸啊！伊即个战车甲伊马兵啊！”后来要阁看见伊，就摕家己的衫来拆做两边。伊捡伊利亚交落来的外衫，倒转去徛伫约旦河边。伊用伊利亚交落来的外衫拍水，讲：“伊利亚的上帝，耶和华伫倒落。”拍水了后，水就分双平，伊丽莎就过去。读书圣经读到遮，即时咱要来请圣歌队来献诗。伊要献的诗是山顶的脚印。
这是讲道，咱要请文瑜神学生来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谁是接班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个讲道的大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爱天父，感谢你伫出日头的时看顾阮，伫落雨的时看顾阮。愿信心甲阮同在，开阮的心，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耳孔，互阮伫礼拜中会当甲你长头对面，互听的甲讲的拢同受利益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即马即个时间是真侪毕业生咧毕业的时间，有真侪社会新鲜人，因会开始出社会食头路。逐当杂志因拢会报道，也是会评比讲，带一间学校的学生因毕业了后，是迄个社会内面的公司上介意的学生。这个学生会当成做即个公司的人才。较早公司介意的人是耐操好用的，也是对公司真忠心的人。毋过即几冬开始有小可的转变，公司介意的人已经变做是会当操作实际操作，毋是理论的，也是讲是迄款跨界的人才，会晓一个技术，佮会晓第二个技术的即款的人。因为伫无共的时间内面，拢需要无共的人才，互即个公司会当继续经营落去。前美国总统川普伊咧做总统进前，伊是一个心理人，伊捌捌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《谁是接班人》。伊对全美国选16个真优秀的人来比赛，逐礼拜伊拢会出一个题目，互遐个人去做。大家的题目拢真重要，因为拢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伫即个内面，就是要安怎来做成你的理念。逐礼拜就是安尼比赛，对输的人内面，伊就甲伊讲 ：“You are fired， 你被炒鱿鱼了。”吼，这就是伊的名言。伊就安尼开除一个人，到落尾上落尾赢的迄个人，就会当去川普的公司食头路。伊一年的薪水是750万的台票。伊就是透过安尼在找适合的人来经营伊的公司，做伊的接班人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嘛是一个接班的故事，是以利亚要互上帝接离开，以利沙安怎加做伊的接班人的故事。圣经对这段记载伫列王记上卷19章19节的所在，以利亚就已经选以利沙做伊的接班人啊。因为伊甲伊的外甥徛伫以利沙的身上，以利沙就告别伊的爸母，跟对以利亚。直到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进前，就无阁提到以利沙的名，反倒当是记载亚哈王伊的战争，佮有伊安怎得罪上帝，到伊的死亡。伫以色列的历史顶面，亚哈王的时代是一个政治关系真好的时代。是北国以色列甲南国犹大政治真好的关系真好的一个时代。亚哈王伊嘛甲其他的国家有立约，若是对人的角度来看，会感觉讲哇，亚哈王其实是一个真有外交手段的人哦。伊知影要安怎来治理国家。伊的封号亚西别嘛是政治联姻所娶的某。虽然是安尼。亚哈王去做真侪得罪上帝的代志，最后伊就死伫战场顶面。刷落来，伊的囝亚哈谢做王，想袂到伫亚哈王才拄死尔，即个摩押即个国家就背约出兵。直到即个新的王亚哈谢听到即个消息，怎啊对楼顶摔落来，佮破洞，佮着一个重病。这嘛代表，伫外交顶面，以色列开始拄着困难。亚哈谢伊较做王2冬就死啊，
刷落来是亚哈王的另外一个囝约兰做王。约兰伊拄做王的时，就开始要出兵去攻打摩押，也就是讲，伫一个新的王要就任的时，政治的局势无介好的时阵，上帝竟然伫即个时阵要接以利亚离开。毋过以利亚要离开的代志，毋是啥物秘密，所有的先知的门徒拢知影即件代志，而且拢知影，就是即天，就是这一天，就是这一天啊！所以以利沙伊嘛真清楚、真知影，就因为安尼，以利亚甲以利沙对吉甲要向前行的时，以利亚甲讲上帝要找伊去伯特利，叫以利沙留伫遐就好，毋免搁军队伊啊。毋过以利沙伊却讲，伊指上帝甲以利亚的性命来救助，伊决断袂离开伊，就展现伊的决心。无论安怎，伊拢要军队以利亚。到伯特利的时，其他先知的门徒拢偷偷也是我讲的啦，拢对以利沙讲：你知影耶和华要接你的师傅离开啊！意思是讲，逐个拢知影以利沙要做接班人啊。毋过以利沙却佫逐个讲：恁莫宣扬，莫讲伤大声。即款的对话，就对吉甲到伯特利，对伯特利到耶利哥，拢是即款的对话的内容。以利亚还拢一直要甲好像要甲以利沙赶走，毋过以利沙就是讲无爱，我就是要军队你，就是伫即款的过程中间，对耶利哥到约旦河的时，即个代志有小可会无共款。到耶利哥的时，有先知的门徒50个人看到因就远远徛咧看，因为逐个拢知影以利亚今仔日要去互上帝接去啊，所以因嘛是真好奇啊，想讲哇上帝是要用啥物款的方法甲以利亚接去咧？所以就到约旦河边的时，以利亚伊摕伊的外衫拍咧水的顶面，水就分开啊，两个人就安尼行过约旦河。以利沙安尼一路缀条条，赶也赶袂走吼，好亲像通过一个接班人，一个忠心、有决心、佮敬醒的考验。所以以利亚就问以利沙讲：“你爱我为你做啥物？”以利亚问即句话，以利沙其实早就有准备啊，才会当伫听到即句话第一个时间，伊就马上会当回答讲：“求你甲感动你的神，加倍感动我。”哇！这个接班人是偌尔有智慧，伊毋是求别项呢，伊是知影讲，伫即个真艰难的局势内面，伊需要加倍以利亚属灵的能力，才会当应付。所以伊求的是加倍，虽然伊求的是加倍，无代表伊所行的信业是要行的信业是以利亚的双倍，也是讲伊毋是要有两个神来降临伫伊的身躯顶，伊所求的是一个大囝会当得到的份业，也就是讲，伊想要继承一个大囝的属灵的产业。以利亚听到安尼，伊嘛真明白、真坦白，甲以利沙讲：“哇，你所求的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。”毋过刷落来，伊就开出一个好亲像是条件的话，伊讲：“我若互上帝接离开的时阵，你若有看到我，你就会得到；若无，你就得袂到。”看即个条件，看起来是成为接班人上落尾的一个考验吗？因为即个看去，毋是干那伫边仔看，看了无感觉，毋是是爱有体验，是爱有理解的。当因继续咧讲话的时阵，火车甲火马就隔伫因的中间，以利亚就互风接起哩啊，互上帝接起哩啊。以利沙伊就为着目睭前所发生的代志，感觉真戆影。突然间，伊发现伊家己所面对的代志，好亲像毋是伊较早所想的遐尔简单。伊知影伊的师傅已经离开啊，所以伊就要承担一个做先知的责任。
伫迄个时阵，伊可能发现哇，家己真有限，也是真不配。伫迄激动的时，伊就拆破家己的衫，而且佫捡以利亚的外衫，要佫转去约旦河的所在。行到约旦河边要安怎？头拄伊的师傅甲水喷开，即摆伊要过去要安怎？换伊怎样用以利亚的外衫拍水？伊心内可能嘛真着急，真烦恼，水哪会无喷开？所以伊就大声讲：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伫倒位？结果拍水了后，水嘛真正喷开啊！遐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看到以利沙一个人过河啊，因就知影感动以利亚上帝的心已经伫以利沙的心上。以利沙就是以利亚正港的接班人。后来圣经记载，以利亚所行的新约，也是以利沙所行的新约，嘛是以利亚的两倍。经文读到遮，咱心内可能会感觉哇，真欢喜，就好亲像看川普咧找一个接班人共款。接班人经过真侪考验，有真美好的结果，这拢是咱大家真喜意的 happy ending。毋过，即个故事到遮尔嘛。我拄开始走新闻的时阵，因为是一个菜鸟，所以大家过年的时阵。放假，我一个人就爱代班。所有台南的同事、共公司的同事、的记者，大家拢毋免上班，干那我新正年头正月初一爱去上班走新闻。迄天我感觉真艰苦，毋是干那我爱走新闻即件代志，是因为正月初一，基督徒毋是拢爱去教会参加新春礼拜吗？啊，我竟然我的第一个行程是去台南看人迄大庙咧抽国运签，我就一路对家己安尼开车，若听诗歌，心内就在遐埋怨讲吼，毋知做记者即道要做啥物，要创啥物安尼，连教会礼拜都无遐多参加，所以我就一路安尼跑到台南的所在。因为自细汉对教会大汉、对民间信仰的仪式、甲礼仪拢毋是真了解，所以到迄间大庙的时，我看到真侪人伫遐，我惊一个。我较知影讲哦，原来传统的信仰内面，逐个正月初一嘛是会去庙里求平安。我才知影讲，其实我嘛无较尊贵啦，因为逐个因的心嘛需要因的心民甲因安慰，嘛求平安。我的心嘛相款，爱互上帝来满足。所以有即款的了解了后，我才会当放下心中迄款的埋怨、无欢喜，就用迄款宗教交流的角度来看即款的民俗活动。正月初一，庙埕的重头戏，除了抢头香了以外，阁有抽国运签，互因的信徒对未来一年的运势有了解，较会当知影要安怎来趋吉避凶。啊，因抽签的方式是，因的签内面有60支，啊，大概若抽一支出来时，就要跋杯，啊，连续摕着3个圣杯，安尼就是确定讲是迄支签，啊，若毋是就毋是啊。结果迄天我就踮遐看啊，等足久的，结果等到一支因抽到的签诗叫做武则天作天。哇，迄当诶真趣味，无论是男诶，还是绿诶，即个不同政治倾向诶信徒，因为隔当就是2016年要选总统啊，结果大家讲哇，安尼蔡英文一定会当选诶。结果2016年诶时阵，就亲像遐个信徒所想诶共款，所以即间庙怎啊穿起来，大家就开始注意讲哇，即间庙后来抽国运签会抽出啥物物件。因为有即摆宗教交流的经验，就算讲我无做记者，我嘛是会小可注意一下即间大庙因抽国运签，我遐个同事因是安怎讨论的。后来一连2冬，庙的抽的签诗拢毋是真好，所以因的信徒心情就嘛无介好，而且因阁会台南人嘛迄。政治的热情啊，所以因就会感觉讲啊，是毋是这庙会当抽一支签，互因会当知影讲未来这个总统的
政治路会愈行愈顺，愈来愈好安尼。毋过，伫咧2019年时，蔡总统伊的民调就是跌到他最低谷的时候，嘛伫迄当庙因就宣布讲，因有甲因的声明请示，嘛有跋杯过，讲迄当抽签无要改签诗。结果大个人怎惊一个讲，哎哟，这绝对是庙的，毋敢负担责任啦，啥物的。结果去抽签的迄天，真侪信徒嘛是共款去，我着看到我同事团的画面，我发现迄天抽签诗的时，本来信徒的表情是真期待，然后迄签愈来愈少，因逐个人的表情就愈来愈失望，愈来愈不安，因为因毋知影因生命的心意是啥物。最后60支签拢抽了啊，无一支签有摕到3个圣杯，所以这个信徒咧就真生气，讲哦，这个结果绝对是庙的人安那因去用因挑过伊的，挑过伊抽即款结果出来，因就是无要挑过伊抽即款结果出来，因就是无要面对即个代志，也是讲这是庙的阴谋，庙的阴谋。如果咱毋是对一个宗教的角度来看，对较理性即款的数学来看，发生即款代志的机会其实真少。虽然嘛是有一个3%的机会，嘛是有发生的可能性。毋过，若是要透过人去控制到一个结果是3%，迄嘛是真困难的。我迄时真歹会当了解。是安那？即寡真虔诚的信徒，因伫正月初因，毋管因偌远，因就是要来即间庙，要寻求因生命的心意。哪会是伫因的生命有启示的时，因无要相信，也是因无要相信因的生命所做的代志？因是毋是甲庙的人，也是甲人所做的代志看落伤大，甲因宗教内面的生命看落伤细？毋过，遮个民间信仰的信徒，因的信仰的处境，其实嘛常常是咱信仰的困境。咱咧读圣经的时，咱定定会看到一位圣经内面的人物，伊做啥物代志，所以得到一个上帝心意会当成就。就好亲像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看到以利沙，伊真忠心咧军队，伊的决心。伊的警醒，佮有伊真有智慧，经过真济考验，得到伊的愿望会当成真，就是求感动你的神，加倍感动我。伊就真正亲像以利亚共款，会当行神业。咱拢认为这是以利沙真认真、真拍拼，拢是以利沙的功劳，互伊会当成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当以利沙讲求感动你的神，加倍感动我即句话的时阵，然后以利亚看起来是开一个条件要甲伊考验。实际上，以利沙是咧嘛是真坦白甲以利沙讲，这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。你所求的代志，毋是我会当为你做的，毋是我今仔日讲好，我身躯顶即个上帝的神，互你，即个神就会当伫你的身躯顶，毋是遮尔啊简单的。因为上帝的神安怎伫以利沙的身躯顶，是上帝决定的，毋是以利亚决定的，嘛毋是。即个会互上帝接去天顶的即个以利亚会当挂保证讲对无毋对，我离开了后，上帝的神就会伫你的身躯顶的。毋过上帝透过以利亚甲以利沙指示讲，你若看到我去互上帝接去，你就会得到。这毋是一个条件，反倒当是上帝要互以利沙明白伊的心意，互伊一个证据，就是当伊看到即个经过，就会当知影上帝的神甲伊同在，甚至会当讲以利沙会当看去这个异象，是因为上帝开伊的目睭，互伊会当看去。
因为并毋是所有在场的人拢会当看见异象，就好亲像后来的经文，以利沙甲伊的罗卜有一摆对敌要来攻击因，即个以利沙看起来就老神在在，伊的牧人伫边仔皮皮喘真惊吓，结果以利沙就为伊的罗卜祈祷，互伊开伊的目睭，互伊看见哇，规个山谷内面拢是上帝的火车甲火马，拢是上帝的军队伫遐。所以对安尼来看，以利沙会当看伫今仔日咱即段经文内面，会当看到火车火马，看到以利亚互上帝接去的即个经过，拢是上帝开以利沙的目睭，互伊看去的。毋是干那以利沙徛在遐，伊就看会当，伊就会当看到的，是上帝互伊看到的。除了咱读圣经的时，咱会过头去重视人做啥物，看无上帝以外，咱伫生活中嘛常常是安尼。当咱伫逆境在逆境当中，咱敢若看到咱过了真辛苦，好亲像上帝无伫的共款。所以咱着靠家己的努力来解决问题。当咱伫顺境的时阵，咱嘛常常感觉，也是因为我做真济，做了真好，所以才有即个成果。一个学生若是考调一个好的学校，咱第一个反应就是讲，哦，因为伊平常时啊真努力、真拍拼，伊真巧。啥物时阵会讲感谢上帝？就是人甲你学了，甲你感觉真歹势好啊，莫阁讲啊，会讲啊无啦，感谢上帝带领啦。相款，一个人的头路稳定的时，第一个时间，也是讲伊得到一个真好的位置，一个好的工作。咱第一个时间拢是讲，哇，伊真够经营这个人际关系，也是讲伊真优秀，真有做生意的头脑，等等的这个学乐。咱袂伫第一个时间想着讲，哇，这是上帝的工作，是上帝的赏赐，或者是上帝的怜悯。毋过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咱会当清楚的看见，实际上上帝自头到尾拢怜悯，拢掌权，拢咧做工。伫人因为因的王过身的时，内忧外患，一个新的王要上任，结果就开始要相拍，要战争。因心内绝对会不安。伫即款的局势内面，因认为上重要的一个先知，竟然嘛爱离开因，心中一定会真不安，充满迄款的恐惧甲惊吓。但是上帝犹原为着因来备办一位接班人。上帝相款，互即个接班人有能力。上帝心意共款彰显伫遮个人即个时代的内面。上帝一直拢掌权，上帝共款透过伊所备办先知，要对伊的百姓讲话。所以重点毋是以利亚偌尔伟大，嘛毋是以利沙偌适合成做一个接班人，咱是上帝的心意，甲上帝的作为。咱回头倒来看，咱即马所踮的即个世代 ，COVID-19。已经连续2冬半，要进入第三要到第三工，要满3冬啊，还袂结束。国际内面迄款的紧张、战争，安怎拍拢拍袂了。全世界经济无稳定，中国甲台湾之间即款武力的紧张，这是较大项的，较细项的。年底要九合一选举啊，结果逐个政党，毋管是因家己党内，也是党外，家己超袂平，互相抹黑，这拢是咱逐工伫新闻内底看到的代志。咱所面对的困境、的困难、时局的混乱、无确定性。绝对无比以利亚，也是以利沙因所踮的迄个世代较好。安尼，
咱天开咱的目睭，咱是要看带一个药厂会当制造一个注一下以后拢袂得着 COVID-19 的预防针吗？还是咱咧期待一个药仔会当互咱脱离即个疾病的恐吓吗？咱咧期待一个和事佬会当互战争停止吗？咱期待咱的护国神山，也是航海王，会当为着咱收掉咱的钱财吗？咱希望咱的国家会当研发一款的武器，是无人敢甲咱欺负的吗？咱想要知影，伫未来是啥人会伫台湾执政吗？愿咱将咱的目睭转向上帝，看见上帝是迄个伫混乱的世代中间怜悯咱的上帝，看见上帝是对较早到即马到未来拢是掌权的主。愿咱当斟酌来看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咱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伫你的面前悔改，阮常常将阮的目睭放伫啥物人做啥物代志，甚至是我家己做啥物代志，然后有一个好的结果。阮定定要用家己的方法来面对阮面头前的代志。阮常常袂记你才是迄个永远的主宰，你永远掌权，永远怜悯，永远做工。虽然阮有时看袂到，毋过你犹原咧做工。主啊，求你开阮的目睭，互阮会当看去。求你的信心甲阮同在，互阮会当毋是干那看着。看去，徛远远咧看你的作为，看人咧做啥物，乃是阮会当有体验、有体会，看去你的灵甲阮伫地，你犹原伫阮即个时代咧做工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阮心。这是咱三甲过来吟诗，咱要吟的诗是神圣诗第222首，上帝做阮代代帮赞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也做将来愿望，互阮闪避大应风台，永点安稳所在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得着因命的
上帝做愿代代同在，各做将来毋忘。拄着困难求你照顾，做愿永远问候。请坐，这是咱来奉献。请坐。咱来共读今仔日的经句，伫咱的周报第3面。好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伊丽莎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心，互我相分。两记下卷2章9节。搁一摆来。伊丽莎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心，互我相分。两记下章2节。好，咱来看报告来，咱来看第3面后礼拜圣工的分担。第一礼拜领袖是许玉丽老师，司礼是彭兆亮执事，司琴是潘秀丽姐妹，献诗是献歌队，司宴是徐佳韵甲张玉茹执事，交代是徐佳韵甲张世新弟兄，音控是施浩轩甲周绿娟弟兄。好，咱来看后礼拜拜3查经祈祷会，题目是承接与担当的使命。主理是柯牧师，司会是任娇执事。咱后礼拜日的第一礼拜，咱的经文是《利王记下卷5章第1节到14节。题目是仆人的话，要请柯牧师来主理。
咱即时来看第6面教会消息的报告。第一点，圣诞节筹备小组甲礼拜组的开会通知，要伫今仔日下晡1点伫目沙馆召开这个会议，请咱的组员来参加。第二，团契同工的改选，少年团契甲马拉团契拢已经改选了吼。少年团契会长是林聪慧，文书是王永仪，会计是许伯恩，出纳是陈佑新，公关是许承恩，资讯是陈可轩。马拉团企业会长是张景元，副会长是林崇珍，书记是张丁显，会计是潘宣娥。要伫7月31日来举行同工的就任。第三，财务组要伫7月10号来办理2022年上半年度的检校，请团契财务同工来做准备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即届的检校毋免拿手的现金，伫6月30日进前来存入银行。第四，杨天放老师的告别礼拜，杨老师的告别礼拜要伫7月2号拜六的上午10点，伫咱的教会举行，请咱来关心大德甲参与。第五，礼拜定时，咱伫后半年到7月到12月，咱的礼拜定时做一寡变动，要将平安的变做定压。礼拜结束了后，请咱大家安静伫咱的座位来默祷。定压结束了后，咱甲起身离开。第六，圣工的事奉表已经完成，请同工来替。第七，文艺神学院伫咱的教会服侍到即礼拜，咱感谢伊，甲咱做伙同工咱即时来拍报告来感谢伊。第八，对7月开始，咱的素芳姐妹已经正式任职咱的教会行政干事。喂，文语神学生呢，伊甲今仔日是上尾一个主日伫咱教会礼拜，伊的身心世界嘛伫咱中间。伊明仔载，因要去到新德圣经学院接受传道书的训练，然后因爱抽签受派。所以即时呢，牧师想要邀请咱大家为伊来祈祷，好无？为因翁仔某来祈祷，来头前，来4节嘛出来。咱嘛爱特别为文娱祈祷吼，上帝赏赐因产业，伊伫11月份吼，有一个红婴仔要出世吼，所以咱嘛为伊即个产业，咱为因来祝福。即是你若会当，请你举手，咱做伙为因来做祝福的祈祷，以及互上帝来引传来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文娱领受你的呼召。进入到神学院受装备，相信嘛，互伊的先生同心伫呼召的中间，做伙伫上帝恩典内面，要来受差派，进入到教会来服侍。愿主看顾因翁仔某2个，伫将来服侍道路顶面，互因拄着恶担当也是困境的时，互因想起今仔日圣歌队所吟的这首诗歌。山顶的脚印，互因知影上帝抱因行头前的路站。愿主亲身看顾因，嘛互因用今仔日的经文，成做因领受呼召，要线接上帝的恩典，伫即个世代传扬的福音。愿主亲身看顾因翁仔某2个，无论去到倒落，拢有主你亲身的引带、保护甲看顾，祝福因未来服侍。可以当牵调着主的应允，抓调着主耶稣所施落的恩典，可以每一天哪服侍哪甘甜。嘛，祝福伊腹肚内面的囝儿，可以有一个产业，照着上帝你所应允的、所赏赐的，可以嘛照着主耶稣所教示的来带这个囡仔大汉，可因这个家庭是望上帝你祝福的家庭。愿将因交托主你的手中，愿主看顾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
阿门。好，咱拍拍甲鼓励好无？这个时刻有一项补充的报告，就是第4项杨天放老师伫拜六的个别礼拜，咱杨老师有足侪学生甲一寡朋友会来参与，所以咱正兄姐若要参与呢，咱迄天咱将2楼咱礼拜堂咱让互遮的来宾，互因进入到咱礼拜堂内面。咱兄姐要参与呢，咱的资讯组呢，伫地下室一个古堂，拢会开即个连线的直播，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来参与，嘛是互家属一个安慰。吼，将2楼的礼拜堂，互来宾来参与伫即个个别礼拜中间，这是补充的报告。这时来看到伫周报第8页内面有7月份7月份的生日的兄姐的名单吼。这时是毋是邀请7月份生日的这兄姐，恁徛起来，恁徛起来，我看到骨落来哦，徛起来，咱为你来唱生日快乐歌，咱唱2遍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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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遍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来，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你互7月份的生日的兄姐伫阮的中间，互我会当甲因同欢喜，因为主你赏赐伊一个生日的日期。阮知伫因的生命的内面，上帝你嘛互伊生命更新，互因来倚靠你。主，愿你过去怎样恩待因，即时常时祝福伫因的身躯顶，保守因出入有上帝同在，有上帝看顾，互因每一天拢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心。愿主看顾因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礼拜依然有为2个家庭要来代祷，第一个家庭是美女姐伊的家庭。好，来，咱看者，伊个代祷的事项伫咱的周报内面我看到是伊满满的感谢啦，满满的感谢。所以呢，咱就肯定为伊祈祷感谢，愿上帝继续看顾因第二个是清泽兄弟，伊的代祷的是，嘛是一个感谢啦，所以咱嘛为着清泽兄因全家，恳求上帝亲身看顾，互因拢有平安。这2个家庭拢有上帝的同在，这时咱过来祈祷，为因来祝福。主伫你的面前，我很感谢你，你互美女姐因的家庭，甲清泽兄弟因的家庭，拢有一个平安甲健康之地。感谢你过去因带因享受因有恩典，互因即马咧回想咧算小主你的恩典的时，因是满心的平安甲喜乐。恳求上帝看顾因囝儿逝世，出入的平安，生活中有上帝的保守，互因无论伫工作、伫家庭、伫生活、伫学业顶面，拢上帝亲身引带因行头前的路站，互因一生拢会当牵着主的应允，互因一生拢享受着主所赐的一切的好物。愿主亲身看顾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以上。好，请问今仔日敢有新来宾好无好，咱来吟圣诗第401首，愿全能主上帝。请起立。平
请牧师来祝祷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平安喜乐，主耶稣的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衬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交对。咱来进行平安礼。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做咱的兄弟。咱拢行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行对上帝的旨意。因为耶稣正对圣，因为耶稣灵革命，因为耶稣。咱有格外的人生，欢喜享受主原名，欢喜家人的主听，因为耶稣丰富善业主事听。咱互相来请安。